因为经过8年的内战，也门这个所在煞是变做阿拉伯上界产车的国家。其实英国也门是全世界上界主要咖啡的产地。最近加在因的战事有较停歇，有生理人开始伫首都开咖啡厅，希望有一天也门咖啡的这块扛棒会当阁拼转去像英国安尼遐尔请赢。讲到中东的国家也门，大家想到拢是战争甲产车。但是真侪人可能唔知影，其实也门第一早是全世界上重要的咖啡生产国家。17世纪的时，也门的咖啡为因一个叫做摩卡的港口出口，外销到欧洲，变成欧洲的贵族甲好野人真爱啉的饮料。这就是全世界上出名的摩卡咖啡的由来。Our ancestor discovered these amazing seeds and turned it to a magical drink. 也门因为气候真干燥，咖啡豆啊拢是用古早的方法靠日头晒好干，甲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咖啡真无共款，有非常特别的香味，毋是其他所在的咖啡会当取代的。但是也门过去8冬一直伫内战，佮受到美国的制裁，互咖啡出口量大大减少。伫这种情形下，因为战乱毋敢倒转来故乡，但是非常思念故乡的咖啡香味，真侪伫海外也门侨民。就变成也门咖啡外销主要的客户。Yemenis living abroad become more emotional. They always buy Yemeni product, and I think it helps our business to become more popular among them. 因为出口较困难，一寡卖咖啡的生意人就开始开发国内的市场。伫也门的首都沙那，最近有几间新开的咖啡厅。毋但装潢甲真水，而且提供真专业，用手工地道的方式做出来高品质咖啡。نحن لدينا هدف وهو هدف رحلة العودة إلى الأمجاد. رحلة العودة إلى الأمجاد هي رحلة عودتنا إلى مجد وأصالة وثقافة البن اليمن. 受到战争的影响，也门全国有2/3的人口拢爱靠救济才会当生存，所以一杯美金1块外，差不多代表50块的咖啡，啉得起的人其实并无多。但是咖啡厅的头家讲，伊有信心，一旦内战若停止，也门一定会当阁变成中东上主要的咖啡中心。对也门人来讲，咖啡所代表的不只是过去美好的光荣，更较是对未来的愿望。记者甘延编译。